喂。事情的经过我都在电话里跟您讲了。现在最难办的是江小宁跟程宇老师吵了一架，程老师不但要解除合同，可能还会告我们违约。程老师是艺术界的名人，他的言论对我们影响会很大。我没有跟程老师吵架。不用解释。按照公司规定应该怎么处理啊？按照规定，他必须离开公司。江小宁，你有跟对方起争执吗？有。对方是当着你的面退单的吗？是。顾总，这件事呢也不能完全怪江小宁，他毕竟是个新人。其他人就别插嘴了吧，这种事还是让顾总定。按照公司规定处理吧。醒了啊？开会呢还睡觉啊？不知道开会是件严肃的事情啊？不想待就出去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嫌我多余是吧？我在处理公司的事务啊。我也可以处理啊，我是投资人。我在按照公司的规定办事儿。既然是我的公司，我是不是有权利修改公司的规定？做事情你要一碗水端平。我再给你一碗，2碗你就不用争了。你非要跟我抬杠是吧？我就是不喜欢你这么独断专行。我这是对公司负责，这是我的公司。哎，徐总、顾总，咱们有话慢慢说。闭嘴！行，你的公司是吧？好，那你来管来，我不管了。徐总，别因为这点小事影响你们的和气。我就是看不惯他，凭什么他说辞退就辞退啊？我偏不。这不是任性的事儿。这么多年，我任不任性你还不知道啊？张小宁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能不能把这件事给我解决？我一定会努力。好。都听到了啊，这就是我要的员工，我要的就是这种永远努力向上的劲头。张小宁，我给你1周，把这件事漂漂亮亮的给我解决了。要是超过这个期限，可就谁都帮不了你了。我一定尽力。 OK，散会。